着感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是好，因为伊的慈爱永永伫地。耶和华所救赎的，就讲即个话，就是伊对着手中所救赎的。即时，咱要做伙来吟圣诗，圣诗177首，至圣至权上帝。圣诗177首，至圣至权上帝，请起立吟全首。请坐。即时咱做伙额头同心来祈祷，听阮的主啊，阮的心尊你最大，阮的灵因为你我的救主来欢喜。这毋单是玛利亚的祈祷，今仔日阮嘛要对你安尼讲，主啊，阮的心尊你最大，阮的灵因为主，阮的救主来欢喜。求你将首士利未人恢复圣洁的应允，嘛首士互阮，互阮特别伫这个困难的大环境中，会当分别做圣，成做你所欢喜的囝儿。保守阮的心，互阮的心会当互你来吸引，复兴阮的灵，嘛求你怜悯伫这个世界，因为战争、疫情、受苦、受困迫的子民，求你的疼行伫中间，保守伫这个世界，甲台湾济受苦的人，阿爸爸上帝嘛，这个中间。求主你来祝福正教会，嘛祝福上联教会，及这个宣告，因为疫情来，济人袂当来到教会来敬拜，袂当小组，袂当团契。求主你有缘保守阮的心，互阮的心会当甲你结连，互阮对宣告、传扬你的福音的热情，无因为安尼来减少。阿爸爸上帝，你的圣灵甲阮同在。互阮每一天的生活，因为我靠你，就得到快乐。阮要来献上感谢。阮安尼祈祷无够野，要来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，细声来祈祷讲：阮伫天的父，阮你的名圣，你的国永到，你的旨意一成，你的名像是天命。阮的世界互阮，下面阮的国父。亲像阮也有下面无阮的人，我的传之气，就叫阮快起来看呢，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来做之好，来呢。
这时，咱做伙来启用，我来启，请各位兄弟来用。启用文第6篇，嘛是圣诗后面第8页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，伊予我的灵魂静养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，因为你甲我伫地，伫我对敌的面前，你用油抹我的头壳，恩典甲慈悲的确对我到一世人。这时，咱要请圣歌队来学乐专心信靠主引带。感谢圣歌队伫山顶所献真水的诗歌。这时，咱要做伙来读上帝话。上帝话记载伫路加福音第1章46节到56节。路加福音第1章46节到56节。
玛利亚讲：“我的心尊主最大，我的灵因为上帝我的救主来欢喜，因为伊顾念伊卑微的女婢，对答以后，万民要称我做有福，因为大权能的上帝为我成就大代志。伊的名圣神。”伊敬畏伊的人，大有慈悲，代代无煞。伊伸出权能的手，拄起骄傲的人心内一切的计谋。伊将强大的君王对宝座顶来杀落去。伊阁牙关伫卑微的人。伊互骄傲的人食好的米够饱，互富足的人空手倒转。伊咱的祖先守伊的应允，辅助伊的奴仆以色列。伊顾念亚伯拉罕，伊大施慈悲，嘛到伫伊的后代，直到永远。玛利亚甲伊丽莎白住了3个月后，然后回去。这时，咱要来请咱所敬听的主任牧师、蔡牧师来传讲信息。信息的题目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2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顶礼拜有分享玛利亚受到上帝的呼召，承担上帝交代伊的使命，成做耶稣的老母。伊也用伊一生的忧愁甲痛苦来回应这个使命。咱顶礼拜有分享到伊伫婚姻顶面，伫囡仔出世了后，伫家庭生活，伫伊人生的过程中间，充满真侪忧愁痛苦。我相信大家若看见着伊遐尼艰苦，大家一定感觉真奇怪，伊为什么无互遮苦痛拍败？反倒当是成功判按伊的角色。这是因为伊掌握伫人生中间得胜的秘诀。咱顶礼拜已经有分享过，玛利亚得胜的第一个秘诀就是仰望上帝。今仔日咱要对咱所读的经文。继续来思考伊得胜的秘诀，以及玛利亚所享受的喜乐。特别领受上帝的话，进前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，透过你的话，阮会当明白你的心意；透过你的话，阮会当更新调整阮的生命。主啊，阮即时要来静静来听你的话，求你修使阮有智慧。会当互阮真实明白你的话中间的奥秘，也修使阮教家的信心，会当将你的话实践出来，来荣光你的性命，也领受对你下来的福气。恳求主帮助阮，阮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咱今日所读的经文是玛利亚所吟的一首诗歌。咱传统上来称作玛利亚的尊主颂，尊主颂。那么对这首诗歌中间，就是玛利亚所吟的这诗歌中间，来探查玛利亚所得胜的秘诀。咱顶礼拜已经讲过，伊第一个秘诀就是仰望上帝。其实要仰望上帝，要倚靠上帝。有一个真重要的要件，就是咱来明白上帝。所以玛利亚第二个得胜的秘诀，就是伊对上帝有够额的明白。亲像伊人生中间拄到遮尔济苦痛的人，若毋是信靠上帝，真正无法度超越过遮的苦痛，过完伊的一生。要信靠上帝，真重要就是爱明白上帝。这牧师逐大家讲过几啊遍啦。咱明白一个
新认捌一个朋友，咱对伊无了解，对伊的背景无了解，对伊的言行无了解，啊，毋知影伊这人到底讲话敢有守信用无？咱无可能马上信靠伊啊！咱就是爱甲伊交陪一段时间了，深入去了解讲这人讲的话，甲伊的行为够一致，这人伊对人的伊对人的态度是安怎？伊的性格安怎？如果真正是讲话拢一致，而且佫有愿意去帮助咱的心，咱拄着问题、拄着困难，才去信靠伊，甲咱求伊来帮助咱。咱咧交陪朋友拢是安尼，何况是咱所信仰的上帝。如果咱对一个人信仰认捌无深，咱无可能去信靠伊嘛。咱对咱信仰的对象上帝认捌无深的话，咱嘛无可能完全信靠上帝。但是玛利亚无共款，伊对上帝有够解的认捌，伊知影伊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大有权柄的上帝。所以，伊手花学到上帝讲，迄个有权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。伊的手骨施展大能，迄个骄傲的人心内咧妄想的时阵，伊就将因赶散。这上帝有权柄，上帝有权柄，会去影响人的一切。所以玛利亚知影讲，伊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大有权柄的上帝。伊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有能力成就美好计划的上帝，这是伊对上帝的第一个认捌。然后伊佫知影，这上帝毋单单是有大能力，这上帝佫是有怜悯的上帝。所以伊手花学到上帝讲，因为伊顾念伊女婢的卑微，伊怜悯敬畏伊的人，直到世世代代。为了纪念阿伯拉罕甲伊的后裔。是怜悯直到永远，所以伊用这首诗歌咧见证一件代志，就讲上帝毋是干那有权能尔，伊佫对伊所创造的百姓充满怜悯，所以上帝会去详细去注重咱的苦难，注重咱所流的每一滴目屎，因为上帝是一个怜悯人的上帝，毋单单上帝有大能力。毋单单伊有怜悯，伊佫是一个守信用的上帝。所以玛利亚学了上帝讲，伊咱的祖先信守这个信守伊的应允，辅助耶罗波以色列，伊顾念阿伯拉罕，伊大施仁慈，以及教导伊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玛利亚见证一件代志，上帝是一个守信用的。伫历史中间，伊看见到因传因的上帝是完完全全的实践伊应允的上帝。所以，伊对上帝认捌是遐尼深，知影上帝是有这三要件。那这三要件是非常重要呢。为什么？咱若交陪一个朋友，咱知影这个朋友对人有真怜悯的心，佫真守信用，但是这个朋友无能力，所以咱拄着困难，咱去找伊嘛，无能力通帮助咱。有的朋友是安那，有能力，佫有怜悯的心，但是讲话无守信用。咱交代伊的代志，伊可能还袂记得。佫有可能是伊有能力，佫守信用，但是安那对人无关心、无怜悯。这三种人拢无法度，咱会当信靠伊。只有有能力，佮充满怜悯，佮会当信守伊讲的话、守信用的人，咱才会当专心去信靠伊嘛。咱所信仰的上帝就是这款的上帝，伊是一个大有能力、佮慈悲怜悯、佮守约无失信的上帝。所以，因为玛利亚有这款真清楚的认捌。所以，伊拄着困苦的代志，伊就是靠赖上帝，倚靠上帝。伊知影上帝会替伊解决。所以，认捌上帝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中间包含线顶的兄弟姊妹，咱有真侪人信主真长的时间，咱对上帝认捌安怎？
有人感觉讲，哎，上帝个像我真圣嘛，我逐礼拜拢咧敬拜伊，但是感觉个像佫有一点仔气氛，无真清楚。咱要真认真、真严肃去看待咱的信仰，想要去明白咱所信奉的上帝。明白上帝是得到福气的第一步。伫旧约圣经中间，咱看见着真侪先知咧谴责以色列百姓，因袂记起上帝，无明白上帝，至到安那得罪上帝。新约圣经中间，耶稣嘛安尼讲，我是好的牧者。我明白我的羊，我的羊嘛明白我。其实咱拢真清楚，明白上帝哪深，对上帝信靠的哪深；明白上帝哪深，对上帝献身也哪深；明白上帝哪深，咱得到上帝帮助的哪深。而且牧师要甲大家分享一个真重要的点：为什么玛利亚会遐尼明白上帝？这是因为伊对旧约圣经非常非常的熟。咱若详细来看，尊主上就是伊所吟的诗歌，伫观念顶面，毋是出自玛利亚家己创造的，伊是对真侪旧约的经文中间来摕出来。咱若详细看，伊中间包含撒母耳记、约伯记、诗篇、以赛亚，就是包含咱所讲的历史册。先知书、智慧文学，所以玛利亚可能自细汉就伫一个真好的信仰教育的下面成长，所以伊心中有将上帝话记伫伊心中，然后伊对生命中间去印证，上帝就是这款上帝，大有权能，满有怜悯，高信守，佫是一个守信用的上帝，所以。伊对这圣经中间真深入去了解上帝，所以亲爱兄弟姊妹，圣经是上帝予咱上介好的礼物，因为伊让咱启示了上帝本身，予咱能透过圣经来明白伊。所以伫这疫情中间，我想咱甲别人的交陪可能时间减少，咱出去外面游山玩水的时间可能减少。安尼，这疫情其实会当带予咱一个真大的祝福，就是咱有较侪时间用来研究上帝的话，咱有较侪时间安静落来读上帝的话。我相信这对咱的生命有真大的帮助，因为你哪读上帝的话，你对上帝的心意就明白哪深，咱就哪信靠伊。伫咱困苦的人生中间，咱就知影讲爱挖过这个上帝。咱看见着玛利亚毋是简单的意识顶面明白上帝，伊个实际上伊也顺服上帝，所以这是伊得胜的第三个秘诀，就是伊甘心顺服。伊明白上帝，明白了够深，所以伊就专心顺服上帝。所以伫诗歌中间的第一句，伊就讲啦：“我心尊主最大。”尊主最大是顺服的第一个要件，伊承认上帝是主，伊是女婢。这就是咱来去学习的，上帝是咱的主，咱是伊的奴仆，咱是伊的女婢，凡事拢爱听主人的命令。尊主最大就是对主的敬畏，将主当作咱生命中间的主，愿意专心顺服伊的话。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，毋是伫意识中间、伫喙内底讲尊主最大，伫实践中间，咱就是用顺服来见证咱尊主最大。有真侪代志，咱拢讲咱拢看上帝的意思，看上帝的意思，但是有真侪拄着真侪情形，咱拢讲这件代志我家己做主啊，我来做主。到底是上帝要做主，还是咱家己要做主？咱要分好清楚，所以咱的信仰生活中间，咱真正爱透过读圣经去了解上帝的心意，然后遵守上帝的命令、意念，安尼叫做顺服。所以，因为玛利亚尊主最大，所以伊甘心顺服。所以，伊对天使的回应就是讲：
我是主的女婢，愿你的话成就伫我的心上。咱看记着圣经中间，玛利亚伊一生拢是安怎？接受上帝的旨意，拢是将伊所看到、所领受的，放伫心内，反复去思想，然后完全顺服。甘心顺服是每一个上帝的百姓、上帝的子民爱学习的。甘心顺服原因是，咱愿意仰望上帝，因为咱确信上帝是照一个成就应允的上帝，所以咱不管人的想法安怎，咱就是跟对上帝的旨意去行，顺服伫上帝的带领下面。要顺服上帝，顺服上帝了，毋是讲咱一生就一帆风顺啊，一切拢顺利，毋是安尼。顺服上帝了，咱也会拄着真济艰难困苦，亲像玛利亚同款。那安尼，咱就爱信靠上帝。伫圣经中间，咱发觉玛利亚伫面对人生的苦难，因为伊顺服上帝，拄着真济困难，但是伊用信靠上帝做超越过这忧愁艰苦的方式，这是伊得胜的第四个秘诀。玛利亚甲咱同款，伫信心的道路顶面，伊依然有真济交易，真济无明白的所在，有时也无法度完全了解上帝的心意是安怎，但是伊就是信靠上帝，用信心去超越伊对这个代志无了解。咱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的信心，甲世间人的信心上界大的无共款，就是咱信仰的对象无共款，咱信心的对象无共款。一般人信仰的对象常常是这世界，也是讲信仰家己，但是咱耶稣基督的门徒信心的对象是上帝。咱知影信心的对象会决定信心的价值。其实，若经历过人生了后，你就当了解讲，有偌济代志拢证明讲，人是无通靠的。有时连咱家己本身上界至亲的人，包含咱本身嘛无可靠，都是上帝是信息可靠的。信心是上帝给咱的恩赐，爱操练忠贞，哪操练咱的信心就哪坚强。咱的生命中间，可能有真济代志，咱袂当完全理解。有时真正毋捌明白上帝的意思是安怎。咱有时特别在疫情中间，有时咱来想讲，上帝为什么会互咱拄到这个代志？为什么有人会破病？为什么我会拄到这个艰苦？咱可能无法度完全明白，但是咱应该要学习，亲像玛利亚同款，用信心来超越过咱的无理解，而且伫这个超越的过程中间，咱就赢过这个困境。人生难免的拄到患难困苦，伫患难困苦中间，爱学习仰望上帝，倚靠上帝，因为在咱人看是困难，但是上帝凡事拢会使。咱倚靠上帝来超越过咱人生的困境。顶礼拜咱提起到玛利亚的忧愁甲艰苦。玛利亚虽然生活伫真济困苦中间，但是因为伊学习会晓仰望上帝、认捌上帝，而且将上帝的旨意放伫心中，反复去思考，甘心顺服，然后完全信靠，所以就超过人生的忧愁甲艰苦，而且得到真正的喜乐。伊喜乐表现伫三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，就是伊成做主的奴仆、主的女婢的喜乐。伊的生命中间有一个极大的喜乐，就是互上帝去使用伊，所以伊生命变做有价值。咱若常常伫这世间，拢想家己的代志，追求家己的成功，有一天这个物件拢会离开咱。但是如果咱愿意互主所使用，咱的生命迄个价值性就完全无共款。玛利亚伊成做上帝女婢，所以伊的生命展现甲一般的女子无共款的生命。这历史上只有一个人成做耶稣基督的母亲。上帝是一个创造咱的上帝，
伊创造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互咱人的生命会当丰富。所以咱来到上帝面前，互上帝做咱的主，咱做伊的奴仆，完全属于伊。这种生命是有永望的，互上帝使用是一种荣耀的代志。其实咱一生上较荣耀的代志，乃是咱被上帝使用，参与伫圣工中间。这是这一个牧师会当深深去体会到。我相信在座有真侪当心咧服侍的兄弟姊妹，你都嘛当见证。咱一生中间其实上较荣耀的是，咱发觉讲咱遮尔卑微的人，上帝使用咱，互咱会当参与伫伊的圣工，互咱即个器具变成做无共款。最近咧读这马该的日记。咱会当看到一段记载，马该是伫1872年3月初9，伊对台湾的南部，因为去南部的时候，发觉迄遐已经有人咧宣教，伊听讲北部无人咧宣教，所以伊就坐船，坐到淡水的所在落船。3月初9，伊的日记安尼写，伊讲1872年3月初9。约下晡3点，船入淡水港，而且下锚吼。伫这个所在，我被深深感动。我马上立定决心，这就是我一直咧等待我的宣教区。咱今日去到迄个淡水的所在，咱会当伫迄个码头的所在看一个雕像，马该跪伫遐咧祈祷。还有一只伊坐迄个小只船啊，内底放一卡皮箱啊，其实是，但我要来讲是两卡皮箱啦。伊来到这个所在，伊讲伫我进前无人伫遮服侍，伊讲逐日学乐的上帝啊，我的心欢喜到真想要欢喜到鼓掌，美丽淡水，我的心实在感动。我咧看伊这段记载的时候，我实在是非常非常心中开始非常非常感动的，当感受到迄马该迄个心情。伊一个人来到台湾的北部，伊要开始伊的宣教区域。一般人拢感觉讲啊，这是一个未知的，我未来是完全无法度掌握的。这所在人会安怎去对待我？这所在人敢会欢迎我？敢会欢迎福音？这所在人安怎看一个外国人？伊无咧考虑这，伊看到讲这是我的宣教区，我要开始展开我的宣教工作。上帝要使用我伫这个土地顶面服侍工作。伊看到美丽的淡水，伊看见上帝的呼召，伊讲伊心中欢喜啊，想要拍扑啊来庆祝。因为上帝开始使用伊，要伫这块土地工作。经过1个月了，伊日记安尼写：4月13，我搬入去我家己做的厝，并毋是一件困难的代志。大家讲想讲搬厝做困难的物件足济嘛。讲除了两个松木箱以外，无别的物件。我无门床，无椅仔，无桌啊。但是我有一间家己真简单。细间的厝，伫遮比住伫迄个真水的厝无自由搁较好。马该搬去一间细间厝，一间细间厝是真简单的，连眠床、连椅仔、连桌仔拢无。但是伊伫这间厝顶面看见着未来，伊想讲这间厝将来有人会入来内底，甲我做伙读圣经，做伙吟诗歌。各位敬拜上帝，这间细间的厝，未来大家会当自由伫遮听上帝的话，自由敬拜上帝。所以伊讲啦，伊讲，伫我一生中，从来无比现在更加快乐的事情。咱一般人，咱若搬去一间厝，拢希望讲较舒适的、较稳定的、较好徛起的。
但是无看去遮，伊讲遮拢无重要。我现主是一生中较无比即马较快乐的事情，因为我要开始我的宣教工作啊！亲爱兄弟姊妹，我毋知你敢有深深被这段日记中的文字所拍动。马可用极其兴奋的心情来描述伊要展开的服侍工作。伊想起着上帝国的事工要开始啊！上帝交代伊的使命要开始啊！伊内心非常欢喜，这就是真做主的萝卜的喜乐啊！如果你若要谈到这款的喜乐，你也爱亲像有马该同款，无看起家己的需要，只看起讲上帝啊，请你使用我这个卑微的器具来荣耀你的性命。我想玛利亚是安尼，马该嘛是安尼，咱中间愿意服侍的人，你也当谈到这款的喜乐。咱继续来看，为什么咱互上帝使用会成做咱的喜乐？因为咱是参与一件介重要的代志，就是参与伫上帝救赎的事工顶面。玛利亚上介大的喜乐，就是上帝借着伊来完成上帝救赎世间人的工作。这是何等大的荣耀啊！咱一生所求的，敢毋是就是安尼啊？检查你会问，这机会都叫玛利亚抢去啊！我要安怎？咱会当参与伫上帝救赎工作是安怎？当然是认真分享福音嘛。咱只要愿意认真分享福音，用咱的生命做见证，引带人来到上帝面前，这就是参与上帝救赎的工作，这就是充满喜乐的代志。我记得我到教会服侍，有机会陪同信徒做伙成长，大家做伙合力分享福音，互一寡未明白的人，因为安尼来明白上帝。我永远袂记得。我做牧师第一遍伫教会中间主持圣礼典洗礼的时阵，迄种心中迄种兴奋快乐的感受。咱知影牧师要洗礼的时阵，拢洗礼人会来到面前，然后牧师用水来洗礼。这时阵我拢会请信徒徛起来，对无？因为这是一件大家做伙见证的代志。我讲我用水来我用水来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。正信徒拢讲阿门，因为咱同一个快乐。我记我伫富强教会第一遍主持圣礼典洗礼的时阵，迄阵已经2年外无牧师，所以我去的时候总共有19个信徒做伙要接受洗礼。我记住我迄天的题目，我还阁清楚记着，我是用路加15章3个譬如去讲一个题目，叫做“有够欢喜”。我讲这件代志有够欢喜，因为天顶甲地面拢做伙咧欢喜。我欢喜到甚至我替因洗礼了后，我心中真激动，了要收圣餐，阮是洗礼了搁收圣餐。我煞袂记得讲是要先要食饼，还是要先要啉杯，因为我心中是非常非常欢喜的。这种感受是无法度用言语所表达出来。其实每一遍代表小会主持圣礼典洗礼，接纳兄弟姊妹进入教会，我也是有同款的感受啊！上帝怎样遐尼奇妙，会当使用我这样卑微的人，倒互别人祝福，这是何等大一种荣耀啊！这种欢喜是无法度用嘴讲出来，这是参与上帝救赎的一种喜乐。这拢是咱的需要，咱应该爱投资咱的生命来做这件代志。最后，咱来看玛利亚的喜乐。玛利亚一生充满了人所看到忧愁痛苦，但是上帝互伊伫每一个痛苦中间，拢去谈到上帝恩典的喜乐。咱来看
咱顶礼拜讲伊有婚姻顶面的要求对无？但是上帝互伊上介好，而且明白真理的丈夫，互伊当接纳，会当顺服上帝的话。囝生落来了，受到迫害，爱四界流离去流浪，这种的迫害，上帝互伊上介好的引带，互伊每一遍拄着危险，拢无受伤。虽然有经济顶面的要求，但是知足的心互伊安然度过。虽然有亲情骨肉分离的痛苦，但是上帝的听，互伊下所基督所有的问题，拢车做伊的儿女。这就是上帝互伊上介大的祝福。伊人生充满了苦痛，但是伫每一个苦痛中间，拢有上帝加倍的稳定，互伊伫苦痛中间去超越过人生中间的艰苦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是上帝互伊上介大的祝福。咱对玛利亚这个看来平凡的妇人人顶面，学到真重要的信仰功课，就是安怎伫这个充满忧愁痛苦的世界，利用对上帝的信心来改变，互忧愁化作喜乐，互痛苦变作甘甜。特别伫疫情的中间，咱拢会拄到真济咱无法度料想的危险。有人可能因为安尼因为这疫情的扩大，咱可能会染病、会确诊。但是这过程中间，求上帝互咱上介大的保守。有的人可能会拄到真济经济上的困境，咱求上帝加添咱开力，互咱有智慧去超越过咱这困难。特别是上帝互咱有教诲，互咱伫这个时刻会当用彼此的相听、互相的鼓励，来度过这段上介困难的时刻。我相信无偌久了，咱会当过正常的生活。伫每一天，咱拢爱用乐乐、用欢喜来面对咱的人生。愿上帝亲自帮助咱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愿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看顾阮每一人，阮得到真实的平安。求主亲自引带阮途前的路站。无论得时无得时，阮拢愿意用阮的生命来学乐你。因为主，你是大有权柄，你是充满怜悯，你阁是一个有信用的上帝。恳求主，你将玛利亚对你的瓦靠的信心加倍赏赐予阮，互阮伫这个非常的时刻，有缘得到你的看顾引带。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感谢蔡牧师所传讲的信息，嘛帮助咱会当伫每一天的所行来荣耀主。这时，咱要做伙来吟圣诗271首。愿我哪行，甲主哪活。这是咱要用新圣诗346首。愿我哪行，甲主哪活。请起立吟全首。
即时咱备办心来奉献，伫参与实体礼拜的兄弟，请伫礼拜了后结束了后，伫走廊的奉献箱投入你的奉献。是咱做伙起立来做奉献的祈祷。主啊，你是上主，你永远无改变。你要阮将1/10的全数来送到你的殿，互你的殿有丰富的食物。主，你是上主，是万军的统帅。阮就会看见你要拍开天顶的窗，将各项的好物丰丰富富来赏赐予阮。你无用阮通拖来毁坏阮的农作物，阮的葡萄园、葡萄树要结满葡萄。迄时，逐个人要讲。阮是幸福的，因为阮的土地是会当安居乐业的所在。感谢主，你将安尼应允予阮，求主你来感纳欢喜阮的所献，嘛求主你来祝福伫济济也未信你的人，会当将即个救恩甲即个丰盛的恩典嘛。会当互因共款来领受，愿安尼祈祷，无交也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请坐。即时，请容阮我来报告，请掀开咱的周报第5页，遗体关怀。本会会友洪玉芳姊妹的妈妈洪玲罗女士，伫4月27日安歇，定伫5月17日。本礼拜二下晡2点半，伫邦桥新月大楼的1楼新月一厅来举行公祭，请兄弟关心甲代祷，愿上帝安慰遗族。本会会友林宝贵姊妹伫5月12日安歇主怀，请兄弟来关心代祷，愿上帝安慰遗族。即时，请牧师来欢迎来宾，甲做牧养的代祷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毋知咱中间教第一遍来甲咱做伙礼拜，兄弟。好，无好。咱因为即摆疫情有较升温、较扩大吼，这是一个要正常化进程的一个过程吼。咱特别为着咱的教会，为着咱台湾来祈祷，求上帝会当保守看顾。咱伫即个
疫情的过程中间有一寡防疫的这政策吼，请大家也来注意。咱这个时阵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主，阮的上帝，阮伫无论得时无得时，阮拢要感谢你，因为你是值得阮信靠、值得阮敬拜、值得阮阿乐的上帝。主，阮要专心倚靠你，求你赐落帮助。阮特别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阮，无论伫实体也是线顶面，阮的兄弟姊妹。如果若身体有病痛，求主你亲自医治；如果若心神乱了的，求主你亲自安慰。也特别恳求主你兴起，阮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，会当彼此代祷，互相扶持，彼此关心，用你所享受丰盛的疼来度过这个非常的时刻。求主也帮助阮，会当常常认真透过灵修的生活。甲你有亲密的交陪，透过你所享受的快乐，互阮用生命的见证来延光你的性命。恳求主你看顾、保守。阮中间有失去亲人的，求你亲自带来安慰，也互阮伫这个时刻会当互相代祷，彼此扶持。恳求主你赐福，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这时，咱要来吟神圣诗第400首，愿主仁爱，甲你同在。为头到尾唱2摆，请起立吟全首。这时，请牧师来做祝福的祈祷。咱由愿起立，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感动、扶持相通，常常甲恁伫地，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
到社阮强手垂劝。